歡迎收聽渣打市場快訊。渣打銀行播客系列隨時隨地為你提供市場觀點同分析。歡迎嚟到渣打投資觀點。臨近年尾係時候做回顧同展望啦。2025年危中有機啊！投資者逐步適應關稅政策嘅不確定性。美國聯儲局重啟減息週期，環球股市創新高。美股由技術性熊市轉勢至到牛市，港股有望連續2年錄得雙位數升幅。不過債券市場表現反覆啊，尤其係長期債息始終高企㗎。展望2026年，大家要留意3大主題。第一，股市好有機會繼續上升，但係人工智能盈利前景同估值嘅爭論同時會升溫。股票嘅動力嚟自於美國科技行業嘅盈利增長強勁，仲有就係聯儲局減息，2026年或者會再減息75個基點，有望支持經濟同企業盈利。不過市場估值係咪太貴，相信仍然都有排拗嘅。比較好嘅方法係分散投資唔同地區，超配美國股票，同時超配亞洲、日本除外股票，當中就特別偏好中國同印度股票。印度落實財政同貨幣刺激政策，股市出年有望扭轉跑輸嘅局面。除咗地區，仲可以分散行業，超配美國嘅科技股，同時亦都超配美國健康護理同公用股，做到攻守兼備。2026年嘅第二個主題就係新興市場債券嘅表現有機會好過發達市場嘅債券。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未來6至12個月或者逐步回落去到3厘7半到4厘。我哋超配新興市場嘅債券，一嚟係收益率高過發達市場，二嚟係財政基本因素改善，信用質素吸引，而且美元偏弱，有望帶動資金流入新興市場㗎。第三個主題當然就係要跟進今年已經閃閃發光嘅黃金。主要央行同投資者繼續尋找美元嘅替代方案啦。呢一股分散投資嘅需求仍然有增長嘅空間。現貨金12個月目標價4800美元。最後啦，股債嘅相關性仍然喺高位啊。未來1年將另類投資策略納入投資組合，明顯可以帶嚟結構性嘅長期好處。唔單止會降低組合嘅波動性，仲能夠提升預期嘅回報。今集時間嚟到呢度啦，喺度預祝大家新一年身體健康，投資穩中求進。2026年再見。多謝收聽渣打銀行嘅播客系列渣打市場快訊，詳情可瀏覽我哋網站嘅最新市場觀點，或者點擊描述內嘅連結。